兰花远征欧洲，郑秀伟是功臣之一。带进这种一种很时尚的想法，做我们台湾庭园，又用威廉与凯特的婚礼去呈现这样的表现，对他们而言，他们觉得非常吸睛，也非常不可思议。由英国皇家园艺协会主办的切尔西花艺展，堪称花艺界的奥斯卡。郑秀伟摘下金牌奖，屡屡受到英国女王的青睐。什么时候要的话，我们就去吹它的18度到20几度的温度，就把花吹成。所以我们是既节能又环保又最少的消耗损耗。技术在握，台湾兰花王国的称号非浪得虚名。我们就把它变成时尚的 LV 的感觉，就是我们经过我们的装饰、我们的设计之后，它变品牌了。勇敢、抢眼、戏剧化的风格，英国传媒和专家以极高评价力荐设计者和台湾农业科技的努力。国会议员已经在关切我们台湾的蝴蝶兰了，他有心想要跟我们询问这些很多的关于兰花的问题，也有可能跟我们订购很多的蝴蝶兰，这对我们跨国际是就是跨进了一大步了。如今也要回馈社会，3亿日本强震冲击台湾花卉出口，郑秀伟配合农委会推动社区插花比赛活动，期待培养更多希望。那像这样的创作对你来说，应该驾轻就熟了。100出周后的黑毛，你一次就可以完成了吗？我总共都改。啊，不是，也是要改了很多次，对不对？这是海陆的事情，我们讲都拜。那事情我们说，嘿，归类懂都拜。台湾兰花走上国际，再一次软实力的展现。而让郑秀伟更大的意外惊喜是，当时他拿随手携带的客家花布包覆兰花送给英国女皇，让客家文化因此走进英国皇家。100出走后的黑毛，唔系过嚟动多拜。100出走后的黑毛，唔系过嚟动多拜。